咁啱啱喺星期日12月21號就舉行咗 ASICS 嘅半馬錦標賽。咁賽事嘅地點就喺大埔大美督。咁起跑嘅時間係7:45，而呢個比賽嘅時間限制就係兩個半鐘。以前就係兩個鐘15分鐘，咁而家就加多咗15分鐘。咁呢個就係個路線圖，就會沿住大美督，跟住跑去新娘潭路。咁前輩就話新娘潭路就係會比較難跑啲啊。咁之後跑完呢條路呢，就會沿住鹿頸返去主壩嗰度。咁比賽之前呢，都有食一杯杯麵嘅。咁7:45就開始開跑。咁一開跑呢，就係一條斜路嚟㗎啦。跑完15分鐘之後呢，都係一條斜路。再跑多10分鐘，仲係喺條斜路上面。我諗呢個賽道70%嘅地方都係斜路嚟嘅，有可能大概3-4條平路。咁去到終點嗰條路都會比較難跑嘅，因為佢雖然係平路，但係佢嘅距離係會比較長啲嘅。咁頭3名嘅爆發力係好強嘅，佢哋大概1個半鐘就完成。咁最後嘅成績係2個鐘05分30秒，咁會相較渣馬半馬嘅時間，需要嘅時間係會比較長嘅，因為佢會有多啲嘅斜路，有多啲嘅暗斜，同埋佢最後返去終點嗰段路程呢係會比較遠嘅。咁自己都覺得呢個嘅賽道係比較有挑戰性嘅。咁如果大家想試呢，可以參考返香港比賽爬升數據，咁全馬係大概280m，咁新娘潭係我哋今次嘅賽事地點，半馬其實已經有310m。咁跑完呢個賽道都有啲心得係可以分享嘅。咁呢個賽道係會比較難跑嘅，原因係因為佢有多啲斜路，同埋佢有好多暗斜嘅地方。佢回程返去終點嗰個路程都會比較遠。咁大會都放寬咗個時間限制，由2個鐘15分鐘加到去2個半鐘。咁希望啲跑手都可以盡力去完成成個嘅賽事。咁嚟多個溫馨提示啦。咁呢個賽道係因為真係好多嘅斜路咧，又有暗斜咧，我自己都係邊行邊走，即係邊行邊跑。咁所以如果要跑呢個賽道都要比較小心啦，真係要有好充足嘅準備先好去計劃去跑呢個賽道啦，因為真係